台中有一个国小消防队的教练涉嫌性侵学生，台中地检署正式起诉，讲这个教练伫6年内甲囡仔威胁恐吓。 若无爱顺意，就无爱甲因讲求，嘛无爱互因就场来讲求。用这种的方式，至少甲41个囡仔吞大，其中上细汉的才4岁，实在有够可恶。早起有受害者的家属出面，质疑这个教练有前科，为什么也会当继续来甲讲求呢？所以提出着国家赔偿。孩子在学校会有很多的舆论。 受害囡仔家长真痛心，伊囡仔叫消防队的教练侮辱，教练阁甲过程录落来。即马教练叫起诉，伊就出面讲，希望法官会当判较重嘞。如果他的刑期只有短短30年，那孩子如果以后成家立业，会不会威胁到他？ 台中地检署调查，指挥消防队教练108年到台中一间国小咧教，6年期间用威胁要互球员上场，或者是要甲你拍球等等威胁的方式，上少甲41岁囡仔侮辱，搁翕34段影片，有囡仔毋若受害一摆，累计拢总90案，其中上细汉的敢若4岁，因为有家长真好心，请教练去引导带，甚至到含厝内幼囡仔嘛对。 受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，这是所有的家长是无法去承受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自己的小孩跟家庭。检方起诉书请法官给判重刑，不过这位教练20年前就有将这威胁未成年的前科，政府和学校审批机制嘛却有积极问题，所以受害家长嘛请律师到场，要来研究敢有国赔的可能性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